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5月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目前伫咧新营糖厂，除了规划了动漫园区，另外日本嘛打算要伫咧这个糖厂来投资着电影城，佮加上影视主题园区已经转向乌树林，这些建设，议员赵坤元拢表达乐观其成，嘛希望市府爱积极来发展着大新营的观光。议员赵坤元以打造大新营作为北台南的观光门户，拒绝边缘化作为主题向市府建言。其中再次设定新营糖厂的活化再利用，也是文化局将规划动漫产业发展园区。目前究竟进度如何？议员进一步表示，因为伫遮多年来才办过一摆地景艺术节，以后就无相关活动，相当可惜。所以积极要求市府甲糖厂沟通，创造观光发展。主要要来开发新营、开发溪北，我拢好，好感谢呢。吼，我的心态是毋是有那样？安尼甲你讲，啊，咱一定爱来营造新营，吼，即个糖厂荒废，啊，咱来活化起来，吼，啊，来创造一个生机出来，安尼，吼，已经走到遮第几年啊？感谢议员长久以来对新营糖厂的活化非常的关心。拄啊，议员有特别提起过，就是讲新营糖厂这个所在。有一个真侪即个文化资产，所以过去咱也做伙这个好的即个古迹的部分，已经拢登录公告了吼。目前的进度已经是咧进行修复设计，一开始的时阵是芳园遐，今咱已经做了调查研究，做了修复设计啦吼。来就是讲登录公告了后，你有咧提起讲要来做产业文化园区，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当初赖市长嘛无反对，嘛是感觉讲这是真好一个方向。只不过是当初阮提一个动漫，是希望讲有一个主题从产业会当来做一个结合。看准后一个电影、电视的明星产业，文化局以长远的考量，将设定伫大新营地区，除了规划动漫园区。另外，根据了解，日本方面有意愿伫华来糖厂投资设立电影城。议员表示，地方拢乐观其成，加上过去为着圣德宴有意思伫天马电台影视主题园区来拍片议案，不过该案受限30公顷的空间。代理市长表示，目前已经转向后壁乌树林，正来进行招标等相关行政程序，等待确定才正式对外公告。电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刘正昌上午总质询，针对着林德区内底电镀工厂废水污染来稽查，其中阁有包括着后壁厝有8里的生活圈范围，既然拢无一个公园绿地，强烈来要求着市府分年编列预算来征收。议员刘正昌表示，为伫林地后壁厝附近有8里的生活圈，人口相当密集，不过却无一个休闲运动的绿地，互地方相当无奈。伊表示，去年安排前市长赖清德会刊，并讲有一个2分地6-7千万的用地经费，会长已经答应要处理，不过到今也是无一个影子，所以上午伫总质询再次替当地民众来请命，要求政策是延续的。第三档就答应讲，这个公园伊要来想办法开辟。去年伊伫遮时有去看一摆，了后伊去中央做行政院长啊。如今你讲这吼，我看是无人听落啦。我想你摆下一个行程来认得，来开说明会，来协调这介绍，来做3档的征收。依照以早地南国小安尼，做3档4档的征收，可能差不多我估计差不多6000至7000人，100桶片嘛。一片以10亿来讲，差不多7千几万嘛。你做3档的征收，3档征收1档就换2000几万，来处理来解决。17区17区拢有这款情形，那每个地方都是要求要分年征收了，这确实是有困难，怎么样去排序，怎么样？因为这个经费实在是太庞大，我无法度
马上的来答应啊，所以咱有一个优先的原则。驻干部局长表示，因为征收该公园用地评估需要8000万，结果是卡伫补偿的绩效无度协调好势。对此，市长嘛表示，公园征收开辟全市37区需求有几啊百亿，所以定符合优先的条件。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针对着南区甲安平区选区合并，议员林美燕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提出着有利的区域整合政策，来发挥着这两区所有的陆海空优势。议员林美燕表示，南区以来相对甲其他市区发展比较起来拢较少，安平区阁属于观光产业的重点，所以希望结合两区的优势，其中特别关心安平上港游艇码头的开发案。除了烦恼市府敢有管理权，敢会影响市民活动的公共空间，以及破坏渔工队的环境以外，同时嘛替现况和平的作业来清明，以甲市府沟通。现在的路线呐、就是咱科隆的一些之前的一贯作业的一个路线，还有我们作业区啦。你看他最近科隆甲我讲啊啦，伊讲以后关来关过去，伊唔知要怎处理。到跟他们讲，他们说又非常的就是。然后自律不理人呐、所以我觉得市长，你是不是要有个对口窗户？因为我们如何协助这个科隆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协助他，啊不，因为唔拿咩那作业啦。好，这个我也过来了解，因为现在他还在施工哈，所以他的游艇，就是因为他在施工啊，游艇还没进来，妨碍到啦，啊妨碍到伊就不会差别啦，关来关过去啦，那科隆根本没有办法作业啦。我来请农业局来对口窗户来一下，好不好？是。啊，另外，这个目前的这个集中的位置是在渔光岛跟渔光桥跟健康路这边，它未来会不会影响渔光岛的环境？目前这个案子不会。另外，议员嘛表示，但市府和新兴障碍租给市民高达96000多人，不过全市的富康巴士却只有145台，平均665人共享一台车。而且甲其他6都比较起来，连一台大型的巴士都无，所以要求市府增加车辆、车种甲延长提供时间到夜间，同时开发 App 方便身心障碍者来订车。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发起公投抗空污的经行政院政务委员高书博3号伫咧议会召开记者会来表示。经过了1个月拍拼，虽然已经收集了将近2000份的人数，但依照规定，搁爱附上身份证的影印本，造成着民众人数的意愿并无悬。因此，伊呼吁着台南市议会爱支持修改着驻地条例。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高斯坡日前发起空污公投，募集到将近2000份的人数，但因为台南市公民投票注册条例规定。地方公投提案人数需要前一届市长选举人数的5%，7500人，远远超过全国公投1/1，1900人的比例。而且地方公投阁需要附上身份证影本，造成民众人数意愿足低，呼吁爱修改公民投票注册条例。我们台南市的这个公投的门槛啊。有好几个比中央现在的门槛以及其他6都来得高，而且这个高是不合理的。第一个是我们台南市的这个自治条里面规定，我们地方公投要附上身份证的影本。那附上身份证影本这个要求，使得我们在收集市民朋友的这个联署书里面遇到的不少的困难。因为大家现在都怕诈欺，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泄露他们的个资，但是这个要求，其他的这个6都，据我们看他们的自治条例，其他6都只有我们有这个要求。第二个是关于这个门槛，人数的门槛问题，有2个门槛是我们都是高的不合理。第一个是成联署提案的门槛，按照现在这个中央刚通过的这个公投法，大概全国性的公投都只要1900个人就可以这个提案。那我们现在的规定大概要7000个人，大概要7000个人。这当然是因为
立法院的这个已经修法把门槛给降低，但是我们台南市议会这个部分还没有去做。国民党嘛表示，这届修改台南市公民投票注册条例，是为了市民的健康设想，呼吁民进党以及无党籍的议员爱支持，做伙保护市民的健康权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感受到消防人员抢救性命辛苦，特别关注到自动的心肺复苏机，和消防局作为紧急救护用途。信宇科技公司是台南市在地优秀的产业，事业经营有成，为回馈社会，特别关注自动心肺复苏机和消防局作为紧急救护用途。有了这台机器，会当大大提升乌卡患者到院前的急救成功率。本来我们想说要赞助救护车，不过听了很多前辈们在讲说，其实现在大家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救护的设备，这样。尤其听了刚刚局长还有各位先进他们专业的先进在讲说，这种设备就是说在北部救活了蛮多人的，而且可以减轻救护人员的一些工作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赞助这样的一个设备，这样。对着蔡董事长的关注，消防局嘛表达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董事长对我们所做的一个捐赠，尤其这个卢卡斯自动心肺复苏机实际上对我们救护人员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目前有24个分队都有这套机器，那我们也逐年在编列预算，我们希望能够达到53个分队都能够有这台卢卡斯。在目前消防能力不足的状况之下，有了这台自动心肺复苏机的加入，会当让救护人员针对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增加抢救生命的效率，提升患者存活的几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透过智慧化手机APP 系统管理，开发了全新的智慧稻仔田管理系统。除了会当记录到生长的过程，而且还会当提升效率，进一步生产出品质稳定而且又个安全的台南16号月光米。即马也得到佳能企业认同，进行大量采购的签约仪式。运用智慧化的方式管理稻仔田，来生产出优质的台南16号月光米，因为品质相当的好，所以受到国际企业佳能的肯定。丰昌碾米厂甲佳能企业的代表相互举办着采购的签约仪式，并且由着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甲一些贵宾见证，台南月光米行到国际第一步。老一辈子的人，他也都跟随着他的下一辈子的孩子一同来做这一个契作的团队里面。这个台南16号月光米，它农民直接用手机来记录它的生产过程，它温度的控制，病虫害的控制，撒农药的时候的时间点，跟那个收割的时间点都控制的由手机来控制它的时间，所以农民呢，现在他耕作起来就
非常的轻松。我送给几个我们公司的同事一起采用之后呢，我们试用之后的结果觉得它比台南台梗9号Q 弹度更好，那放在嘴巴里面的这种米的这个味觉的口感更精致，所以我们继续今年想要再用宏昌米厂所出产的台南16号台南月光米，作为我们今年的2018年的股东会的纪念品。前来参与并见证的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大学了智慧科技管理周阿灿提出，大力的推动咱台南月光米16号米，那这个推动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特别要感谢我们农改场农事所这边的大力的协助，终于研发成功。咱这个月光米是16号是跟日本的月光米95% DNA 是一样的。剩下的5%不一样，是让它可以适合咱台南的比较温暖、比较炎热的气候。所以都要开始咧种，收成敢若一般的米的3成、4、5成。所以农民大家都无啥要种，感觉种这较好的米袂好。这几年终于成功。那目前已经从100公顷扩展到140公顷。这个米价小就是属于最高等级的米的这个价格。所以可以增加我们农民很多的收益。台南16号月光米也是台湾智慧农业上介好的见证，科技栽种的方式大大提升着产能甲数量。嘉能企业用行动来支持着台湾的农业，也希望大家爱多多支持咱台南在地农产品。台南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上午特别举办了庆祝107年母亲节的感恩活动。慈惠妈妈以及自强妈妈的表扬大会，由着北区的区长李黄新送鞭盒仔，予每一位辛苦的妈妈向因来表达敬意。准备着3层的鸡卵糕，这是北区区公所希望献予每一位辛苦妈妈的心意。由北区各里的里长推荐的慈惠妈妈以及自强妈妈，也拢吃甲有够欢喜，做伙来接受着这份鸡卵糕所代表的祝福。咱各里推荐的慈惠妈妈、交自强妈妈，拢总有8位慈惠妈妈，有3位自强妈妈，这拢是咱里长吼，讲时伫咱里内伫行搭、伫经营的时阵吼，发觉到特别值得表扬的妈妈吼，甲推荐出来，所以拢总有11位。那透过咱的妈妈的一个慈爱的典范吼，咱嘛毋茫讲咱的社会风气会使充满着慈爱的这个风气。互毋茫讲咱即个风气会使带动着咱所有的每一个讲伊逝世，来友好着咱的父母，趁着因即摆还阁少年的时阵，咱会使来友好做一个足好的典范，互未来的子女来看。而且嘛感谢着咱所有观众朋友，祝咱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谢谢。这届受到表扬的妈妈，拢是有相当无简单的事迹，有的全心全意投入家庭的照顾上，有的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就算是破病受伤嘛，继续坚持落去，守护家庭。看到这个故事，借此也提醒大家母爱的伟大。台南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由智者教育基金会、崇友文教基金会、准一文教基金会所合办的《放盒子的秘密》，5月3号开始，连续2天伫咧中义国小来登场。课程针对着电脑原理、甲电梯的安全规则等等做详细介绍，互即寡小朋友会当更加熟悉日常生活当中的科技小知识。科普教育是学生透过科学了解世界一个重要的开端。这届准一文教基金会邀请了2间无同款的公司，分别针对因专门的电脑硬体以及电梯来做详细说明，让学生了解这2个物件的原理以及使用上的注意事项。特别也针对近年来常常发生的电梯伤人事件，教导自我保护的方法。
今天崇友基金会很高兴来到忠义国小，那也是透过我们军艺基金会的一个邀请，来到这边跟忠义的小朋友来介绍电梯的科学安全知识。那么除了我们给各位同学有一些基本的电梯原理之外，其实我们也很强调就是在搭乘上面的安全注意事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乘客可能在搭乘电梯的时候一些细节忘记注意了，比方说地板平不平啦，然后万一困在车厢是不是还有一些充足的氧气的这些小常识，我们就会透过课程里面呢，去跟同学做一个主要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在这边会服务2天，然后也很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忠义国小。另外，学生上常使用的电脑，指导老师也特别详细来拆解到电脑内底的装置，让学生会当了解到内部的结构，并进一步家己动手来做，完成一台会当使用的电脑。我们是来自台北的技嘉教育基金会。那今天很开心，接受忠义国小和俊义文教基金会的邀请。那来到这边，希望带给小朋友一些组装电脑的概念之外，认识电脑内部的构造。那额外，我们也希望透过游戏或者是影片的方式，让小朋友认识物联网跟大数据现在目前资讯方面最新的一些想法，然后希望对同学有一些启发。俊义文教基金会每一档拢会办理着安尼有意义的科普教育课程，亲入校园，互较侪学生会当了解生活上的小小科学知识。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温度29度至31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5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